嘉義有一間不止啊出名的綠豆湯店，互民眾翕到鳥鼠，講有一鼎番薯，鳥鼠佇邊啊熱熱燒，最後加一塊番薯擺咧弄。民眾講，伊看一個攏人氣，後擺唔敢食這間咯。切好的番薯有鄉親本來想要買來食，伊也毋過有一隻大鳥鼠熊熊走出來，看來看去，直接為這個鼎內底夾走一塊，隨來隨走去，這個畫面互伊看到了，根本就無想要買啊。這樣看到的話，大家都會嚇一跳。如果食材上面有老鼠出沒的話，哈，代表這個環境嚴重受到污染了，哈，應該要做有效的這個安全的管理。哦，比如食材上面要這個罩子啊，一定會食袂落啊！加減弄鳥鼠啊，就是看到就感覺就差不多。這間綠豆湯店已經開一段時間啊，算是有名的，是遊客去嘉義一定的這美食之一。想袂到講今嘛有鳥鼠啊，為食講的人嘛去檢查。經理啦，啊，伊等下會來。鳥鼠伊是攏為水溝走啦，因為阮家這4顆鏈凳頭前攏是水溝啦。是我阿姨的店，我們馬上叫消毒公司來了。員工透早就先去拼，業者嘛打廣告講停業一天，專門大消毒。如果有違反食安的相關規定，會依食安法來處辦。這間有名的綠豆湯店出現鳥鼠啊，這個畫面可能看到會冰白，即馬生意人講會專門的消毒，更加強調講未來會改善衛生，避免拍歹好名聲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